結集全港力量，啟動青年使命，歷時10個月，結集各界精英，由愛比斯慈善教育基金主辦，香港警務處協辦，並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 全力推薦 ，Bread and Butter 策動，律政司、學界機構及善團等一眾機構全力支持。第二屆全港學界公民教育專員選拔賽再遇歸來，今屆選拔賽破紀錄，吸引多達700位來自152間本地、直資、私立、國際學校參加。經過激烈嘅選拔，100強入圍同學成功接受連串6大專業培訓，走進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 新聞及資訊部，近距離感受主播現場報導新聞，學習辨別真假新聞及新聞製作流程。同學更走進香港警務處3大專科部門，包括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，透過大量真實案例分析，了解網絡安全，學習防騙，誤墮法網；毒品調查科，拒絕毒害，親身透過觸覺、嗅覺，體驗由警隊及大學研製嘅仿製毒品，了解禁毒最新資訊；再到金管局中環 IFC 總部，參與財富情報及調查科培訓，認識洗黑錢罪案及香港嘅金融運作。愛比斯慈善教育基金公民與品格教育培訓，學生同家長一同學習正義品格、國安根基、公民責任同埋守護家國4大核心價值。從內到外，成為一等一國家好市民。壓軸登場嘅係生成式數碼媒體創作體驗班，學習最新 AI 影片製作技術，與時並進。選拔賽期間，學生們透過本港及內地社交平台發布近1000篇貼文及影片，第一身分享當中學習得着，將正面嘅影響力擴散至每個角落。進入決賽最後階段，入圍學生或要面對專業評審進行演說，並與嘉賓互動答題，以展示培訓所吸取嘅知識，展現未來新一代愛國領袖嘅視野、膽識同擔當。每一屆嘅畢業生將加入全港學界公民教育專員學院，持續接受培訓，以參加唔同嘅社會培訓活動，包括到廉政公署展覽廳沉浸式體驗參觀，參加香港電台節目拍攝，並喺校園同埋唔同嘅平台擔任公民教育大使，繼續發光發亮，影響更多青年。呢個唔單止係一場比賽，更加係一個持續長遠嘅育才計劃，每年持續培訓優秀學生，成為對國家有貢獻、具批判性思考能力嘅明日之星，讓青年以年輕嘅力量傳遞正確價值觀，成為香港、成為國家嘅未來棟樑，傳承使命，共創未來。